佢哋打嚟呢，就粗口啦，就話叫我去死啊，你小心啊，我知你邊度住噶，我知你屋企人喺邊度住噶，今次喐架車，下次係劈個人呢。前國際華裔小姐季軍郭秀雲多年嚟一直致力愛護動物慈善事業，成立機構救助動物無數。日前佢揸車入元朗幫朋友揾失蹤鸚鵡，將架車泊咗喺博圍路一帶，大約半個鐘後折返，竟然發現前擋風玻璃遭人惡意破壞。一開始佢仲以為係泊車位引起村民不滿，點知行埋去見到車頭留有一張字條，上面竟然寫住八婆俾翻隻雀，不俾下次弄人。呢啲字句明顯充滿恐嚇成分。郭秀雲懷疑係同機構義工之間嘅恩怨有關，於是立即報案。郭秀雲透露，最近佢一直收到恐嚇電話，有陌生男子對佢進行辱罵同恐嚇，叫佢出入要小心，仲揚言知道佢同屋企人嘅住址，但佢強調自己從嚟都冇將鸚鵡據為己有，多年嚟組織救助動物無數，所做嘅嘢都係為動物福祉。現場地點較為偏僻及昏暗，警員懷疑歹徒係一路跟蹤郭秀雲嚟到呢度，並提醒佢檢查車輛有冇俾人安裝跟蹤器，而郭秀雲就唔清楚自己有冇俾人跟蹤，但佢怒斥歹徒嘅行為太過分，冇諗過會咁癲。對於字條上面嘅內容，佢亦擔心對方真係會付諸行動，下次就會傷害佢或者屋企人。目前案件列作刑事毀壞處理，交由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。警方正喺度翻查緊附近一帶嘅閉路電視片段，全力追緝歹徒。